今天的这位主角是咱们凡人世界的首席捏脸师，更是所有角色颜值背后的操盘手。在这个修仙界里，技术最精湛、审美最极致的模型，永远不是手里已经完成的这个，而是他正在全力打造的下一个。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请到了《凡人修仙传》的视效总监李明珍老师。李老师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想知道，就是您和海燕老师还有导演是如何配合工作的呢？好的，就是海燕老师和王总呢，可能他们会出一些概念设计，就是这些可能是比较大方向的。我们拿到之后，会和小说里的一些描述会稍微再做一些结合，然后我们在后面会根据一些就是我们自己可能有一些想法，会不断的进行打磨，包括从面部呀、衣服呀、服饰啊，对吧？会把一些细节给它补充完善，包括发型，对，就是这些东西可能是结合起来的。所以它是如何从设计图转变为特别活灵活现的人物模型的呢？对，就是可能以紫菱为例吧，我们是在第3季做的这个技术升级。其实紫菱就是第一个这个受众的一个角色。这一般女角色就是打磨到后期，其实就是一些微调。对，我们基本上每一次版本的一些微调都会出大概1到3个版本 ，ABC， 到动画到灯光环节，包括到接近最后视觉效果的里面有一些特写啊细节，我们其实也会在配合灯光去把它调得更精细一点。红衣版本的一个穆佩林，其实在看原著的时候就对他印象比较深刻。穆佩林的建模设计灵感源自于多维度的深度融合，我们其实既包含了对原著角色精准的一个把控，其实也涉及很多技术升级和观众之前的一些反馈和期待。其实它是更是通过视觉符号的一个创新构建出具有识别度与情感张力的角色形象。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南陇侯，他的这个脸部细节，他的建模也是非常的真实、非常的仔细的。那所以说，我们还想问一下您，就是说，关于在这一点上有没有一些技术升级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没问题，就是技术升级，其实我们是一直在升的。像南陇侯的这个脸，它的一些细节，就是观众比较想知道的嘛，对吧？可能在画面里看的他的脸上的一些纹理都比较清楚。对吧？其实这个我们也是用到了公司的一个扫描的一个技术，对，我们提取了一些很多个就是合适的，包括亚洲人的一些毛孔的一些纹理，对吧？它是有各种的一些置换、发线，包括颜色，这个高光，就是很多个涂层。然后我们其实就是捏完脸的话，我们就是把这些东西再还原到这个角色的这个脸上。可能一个像南陇侯这种角色，他可能一个角色他可能脸上的毛孔细节可能来自于好几个人，可能有2到3个人。可能像额头这个人的扫描的毛孔比较好看，也比较合适他。可能那个人的就是脸颊，包括下巴，可能下一个人呢，可能嘴唇，就是其实是这样拼在一起的。但是我们把它融合得非常自然。然后这个精度才能顶得上去，所以真的是细节感满满哈。那下一季的角色的建模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有没有什么可以跟观众朋友们透露一下的呢？其实第5季的角色我们也在紧锣密鼓的制作中，就是好多也是比较大家期待的一些角色像南宫婉这个肯定是重中之重，就是我们其实也在不断的打磨，这个已经在过程中了。然后包括一些可能元婴大战里面出现的一些，就是天南里面比较厉害的一些元婴修士，就是元婴后期大修士，他们其实也是比较重点的一个展现对象。包括木兰那边，就是他其实也有一些传奇类的角色包括这个木兰圣女包括一些他们的神师，就是其实也是一个新的一个世界观的东西，就是我们也会在后面就是不断的跟大家见面。李明珍老师和团队正用无数次一点点的死磕，兑现着下一个更好的承诺。最后，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心里话。
其实就是咱们《凡人修仙传》做到现在，其实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不管是视觉效果上、美术上的一个升级，其实每一个环节大家都在从一开始都在不断的努力，想办法怎么把这个东西做到最好，呈现给观众看。后面也会一直升级迭代下去，也会让观众一直有这个期待值去追更。作为就是视觉效果上，我们其实是非常有信心的。可能一些角色就是大家比较期待的。我们也会不断的去打磨，就是达到自己一个满意的程度，包括自己作为观众一个满意的程度。对，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好的，那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李老师，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和新的一季的《凡人修仙传》的见面吧。